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治的第116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16天，同时也是哈梅内尔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16天。在特朗普和万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美國和伊朗的第一輪會談在瑞士日內瓦已經按照萬斯的說法是圓滿完成。實際上雙方的代表團都已經離開了瑞士，各自打道回府。按照萬斯的說法，那是大獲全勝。美國副總統萬斯6月22號在日內瓦就美伊諒解備忘錄框架下舉行的首輪高級別會談，表示談判已取得大量積極進展，為達成最終協議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技術層面會談將在未來數週內持續推進。接下來就是細節。萬斯還說，霍爾木茲海峽通行正常，伊朗已同意重新邀請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入境，並且說核查可能就在本周，最快今日啟動。在談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衝突時，萬斯表示，美國已建立相關協調機制，以防止中東地區衝突進一步升級，並稱該機制已開始顯現效果。黎巴嫩局勢近期有所緩和。萬斯還說，美方目前圍繞4項核心優先事項展開推進。他形容說，雖然房子還沒蓋好，但我們已經打下好了良好的基礎，地基。房子還沒蓋好，但是地基我們已經打好了，正在朝對美國人民有利的結果前進。外界提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對伊朗總統的批評可能影響談判一事，萬斯予以否認，並表示，我們告訴伊朗方面，使他們先發表不當言論，美國總統當然有必要做出回應，澄清事實。針對這個解凍伊朗海外資產的設想，萬斯表示，美方希望建立相應的機制，確保相關資金若被解凍，將用於民生領域，而非支持所謂的恐怖活動。美國與卡塔爾將共同參與資金使用的審批與監督程序，並舉例稱，相關資金未來可能用於採購美國的大豆、玉米和小麥，以及惠及伊朗民眾。萬斯還表示，他說媒體說的伊朗要退出談判，但是根本沒有，伊朗不僅沒有退出談判，而且接下來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有媒體問萬斯，應該昨天晚上乘飛機離開瑞士，上飛機之前，媒體就問這個萬斯說，伊朗代表不打招呼，也不跟美國人握手，你有沒有覺得被怠慢？這個不就是媒體熱炒的嗎？對吧？伊朗代表團拒絕跟美方代表團握手合影。這個萬斯他說，在過去幾個月，我與伊朗人打交道挺多的，說有時候我覺得他們極其令人費解。我們剛開了個小型的記者會，說顯然伊朗並不像我們這樣享有同等的第一修正案保護。當然了，我對這個美國第一修正案保護是啥我也不太清楚，大概其實就是保護人權，什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就這些人權相關的。那咱們簡單理解，萬斯認為他接觸了伊朗的代表團成員，伊朗人那都沒有人權，也說什麼做什麼都不是他們自己能決定的。也就是說，伊朗人不像我們這樣有第一修正案保護，那就是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人權，我想握手就握手，他們不行，應該這麼理解。我有可能理解的不對。萬斯他說，你知道社交媒體上曾掀起一陣風暴，所有人都說伊朗人要離場了，可隨後我們卻與他們談了將近9個小時，所以我只想建議媒體別太輕信伊朗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消息。總之，這個伊朗人的行為萬斯也很迷惑不解，琢磨不透。特朗普也有這個困惑，說伊朗人辦公室裡面，在房子裡面顯得非常有禮貌，通情達理，但是一旦離開了房子，就大喊大叫，跟房子裡面說的完全不一樣。這個特朗普也很困惑，這就是兩套語言。這個朗子對內是一套語言，對外是一套語言。對談判的時候是一套語言，他對國內宣傳、對外宣傳是另外一套語言。顯然萬斯和特朗普兩個人都不適應。這個萬斯還說，他說在我看來，庫什納就是特朗普的女婿，與卡塔爾方面以及整個團隊所達成的協議
堪稱典型的川普式交易。他说，如果伊朗的資產最終被解凍，他們將使美國農民更加富裕，並有助於解決伊朗人民的糧食問題。簡單點說，就是萬斯他宣布，伊朗不僅同意這個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還要買美國的農產品、大豆和玉米，並且這萬斯多多少少把這個黑鍋也還給了特朗普。為什麼？他說這個是特朗普式交易，是由庫什納，就特朗普的女婿跟卡塔爾方面達成的，跟我沒關係。雖然這個協議讓美國的農民更加富裕，並且有助於解決伊朗的人道主義危機就糧食問題，但是是特朗普的主意，這鍋我不能背，應該這麼理解。他說這是庫什納跟卡塔爾方面達成的協議，這個不是萬斯把功勞讓給庫什納，實際上是，對吧？萬斯不敢把這鍋甩給特朗普，在這只能出賣了庫什納，都是他們達成的，跟我沒關係。以後這個協議吹了也不是我，這個協議不靠譜，都是庫什納的主意。對此特朗普是非常興奮，特朗普繼續唱紅臉。當地時間6月22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媒體表示，他說解凍的伊朗資金將用於購買美國農產品。他說伊朗解凍的資金將用於購買食品，而且這些食品伊朗將全部從美國農民手中購買，玉米、大豆，他們需要所有的東西都將從我們自己的農民這裡購買，所以我們的農民非常高興。我接到了很多電話，他們對此感到高興。特朗普還說，美國和伊朗在瑞士舉行的談判非常順利。根据媒體報道，伊朗在全球各地的賬戶中有約1000億美金的凍結資金，其中包括在卡塔爾的約60億美元。顯然，根据萬斯的表示，那是庫什納和卡塔爾他們談的，那肯定是先冻卡塔爾这個凍結的60億。當然，這一切還在探討之中。那萬斯表達了他的意願，如果這個錢能動，那要按照美國人的指定路徑流向，先流向到美國，從美國換食品、換農產品去伊朗，確保資金流向我們想要的地方。關於這一條，我認為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說，美國人是這麼想的，也就是特朗普在委內瑞拉已經這麼玩過了，他把委內瑞拉的石油拉出去賣，賣完了之後，錢到美國的一個指定賬戶，那這個賬戶從美國採購物資去委內瑞拉，那特朗普肯定是如法炮製在委內瑞拉的這一套操作，把這一套也加給這個伊朗。當然了，這個伊朗人會不會同意，這個另當別論。特朗普他也說，他說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同意接受大規模武器核查，以確保其在未來長期保持合成性。有記者問特朗普，如果伊朗不遵守與美國的協議，是否願意冒着全球大蕭條的風險對伊朗發動打擊？特朗普回應稱，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做，不會引發全球大蕭條，核武器比蕭條更嚴重。特朗普強調，如果伊朗不履行協議或者行為不當，自己會做該做的事情，也繼續威脅伊朗，也就是伊朗如果不遵守協議，那麼還要挨大鐵錘。談到霍爾木茲海峽的時候，特朗普說，我們對海峽擁有完全的控制權，只要他們尊重我們，我不想用恐這個詞，因為不太合適，只要他們尊重我們，我們就不会有什麼麻煩。也就是說伊朗，那這個是特朗普和萬斯兩個人，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總體上看，這個確實美國和伊朗的談判又往前邁了一步，但是伊朗這邊說法跟萬斯跟特朗普是不太一樣的。根据路透社和彭博社的報道，聯合國原子能機構進入這個伊朗進行核查，伊朗官員對美方說法提出質疑，稱萬斯的言論虛假且不符合事實。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讯社採訪時說，伊朗未就核查做出任何新的承諾，伊朗與聯合國核查人員的接觸都將按照現有程序進行，同時取得伊朗議會和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同意。什麼意思？所以說伊朗人的表述和万斯不一樣，但是恐怕万斯說是對的，也就是伊朗人是要同意联合国原子能機構進入伊朗核查，但是伊朗人不認為是這次美国和伊朗談判的取得的，而是人家按照原有的既定的方針，伊朗未就核查做出任何新的承諾，過去就一直這樣，現在還是這樣，現有的程序進行，那就是說聯合國原子能這個機構按照過去一貫的這方針進入伊朗進行這個核查，跟這次談判沒什麼關係，不是你美國人萬斯特朗普，不是伊朗給你們讓步，你也記住了，伊朗人表達就是這個意思，不是我們給你美國和讓步，迫入你們的淫威，這個是我們原來就有的啊，不就這意思嗎？
所以說他其實沒有否認原子能機構到伊朗進行核查。當然呢，可能沒有萬斯說的那麼快，萬斯說今天或者本周。那至于拿解冻的資金去買美國的農產品，那伊朗人更是否認沒有的事。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援引一名接近以美談判的消息人士話報道稱，伊朗被凍結資金將被用於購買糧食的說法並不屬實，在任何協議中都沒有這樣的表述。這位消息人士表示萬斯之所以提出這類的說法，主要是出於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考慮。出於什麼邏輯，伊朗會拿120億美元去購買美國的農產品呢？我們再看看伊朗人的說法。關於霍爾木茲海峽，伊朗的議長卡利巴夫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宜以美談判地返回航班上接受媒體採訪，他也學特朗普在飛機上接受採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永遠不會回到戰前狀態，伊朗將根據國際法和本國安排來管理海峽。卡利巴夫說，由於霍爾木茲海峽可能會出現問題，因此談判各方同意建立一個協調中心和一條溝通熱線，以便出現問題時能在30天內更快解決。卡利巴夫同時表示，這條溝通熱線不是用於從伊朗方面獲得通航許可，僅用來解決船舶問題或可能發生的事故。什麼意思？說白了就是這是第一步，我公布一個電話，雙方你有事可以打這個電話，你就在海峽遇到任何問題打這個電話就行了。比如你的船遇到炸彈了或者走不了了，這就是伊朗人对這個海峽管理權的叫徐徐圖之。卡利巴夫說，海峽的管理權在伊朗人手中，我們會解決問題。這個就相當於高速公路上什麼95什麼救援電話，就這意思，公布一個電話。按照伊朗人的說法，那肯定是伊朗大獲全勝，不是美國大獲全勝。美國是按照伊朗人的這個要求和指示來承諾，所以伊朗方面公布了協議要點。伊朗談判代表團媒體委員會當地時間6月22日發布了美伊日內瓦首輪談判中達成的關鍵內容與協議要點。你看伊朗人怎麼說的？第一個，在伊朗代表團的壓力下，自6月20日下午起，黎巴嫩地區脆弱的停火目前得以維持。為鞏固該停火，將建立一個名為衝突降級小組的監督機制，伊朗將參與其中。這一機制意味着伊朗正式進入黎巴嫩安全架構。美國近幾個月曾試圖將伊朗排除在黎巴嫩相關事務之外，而以色列在該機制中沒有任何位置。你說說，這不就扯淡嗎？這又是這個條款是最扯淡的。美國、伊朗他們在瑞士成立一個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組，就是讓那兒不要打。那小組成員有美國、有伊朗，還有其他國家，唯獨沒有以色列，也沒有真主黨。這個內塔尼亞胡能接受嗎？什麼時候輪到這個伊朗指揮以色列了呢？所以說這就是扯淡，所以說這就是埋下了一個隱患。第二個，在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方面，為確保海峽逐步重新開放，建立一條溝通熱線——海峽救援熱線。第三個，根據聯合聲明，將成立3個工作組，分別負責核問題、伊朗制裁問題以及監督機制，並在諒解備忘錄第13條開始執行後開始工作。也就是這個3個小組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呢？實際上現在就在談了，但是伊朗人說必須要在全面停火，尤其是黎巴嫩戰線，解除海上封鎖，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以及對伊朗石油、石化產品簽發豁免等。在此之前，伊朗不會進入最終談判階段，這是有前提條件的先制條件。第四個是本輪談判中，伊朗與卡塔爾方面還簽署了一份關於解凍伊朗資產執行機制的諒解備忘錄。第五個是談判期間，根據美伊諒解備忘錄的前10條，第10條，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已簽發為期60天的伊朗石油、石化及相關產品制裁豁免文件。這意味着伊朗可正式向客戶出售石油，並通過中央銀行官方機制接收相關款項。這個是伊朗人公布的5條，那這5條對伊朗來說那相當滿意，伊朗大獲全勝。確實這樣，伊朗人公布的這個，你看，第一個，以色列黎巴嫩停火，伊朗小組裡面協調是第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它有管理權拿到手。第三個，成立什麼核談判小組，什麼解凍的伊朗制裁小組，解除監督小組，這些東西工作都要在你对解除伊朗海上封锁，对伊朗石油石化產品的簽發的豁免等等，你把做完之後，
這3個小組才開始工作，正式啟动。跟卡塔爾的60億美元现在已經達成一個諒解備忘錄，雖然現在沒有馬上就解凍，但是這個怎麼解凍，似乎已經有了個框架。這就是萬斯說的，這玩意兒是庫什納跟卡塔爾兩人整的，我可沒參與啊。那第5個，伊朗要求美國，你現在就得給我發一個60天的豁免，這60天內我們這個石油石化產品隨便賣，而且美國不制裁，而且可以用美元交易，就這樣的。但是根據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的說法，已經給伊朗簽發了60天的豁免了。那也就是在這60天裡面，伊朗的油，它的油輪不都已經開出去了嗎？它有将近2000萬桶的油已經正在驶往目的地，離開了伊朗。现在恐怕有的跑得快的快到印度了。你看，一到印度，交易障礙就解除了。美國財政部已經解除對這些交易的凍結，你可以用美元交易，可以，我也不制裁你的客戶。伊朗在這60天裡面可以痛痛快快的賣油，沒有任何障礙。說1000道1萬，我們昨天就說了，這伊朗人現實的利益就是痛痛快快的往出賣油，賣油回血，這是他最現實的利益。從這一點上來說，反正特朗普跟伊朗兩人應該說打一個平手，伊朗也贏了，伊朗回血了，口袋裡有錢了。而特朗普，你看看，你伊朗賣的油越多，霍爾木兹海峡来的油就越多，出來的油越多，世界油價就降得多。现在布伦特那个原油已经70了，也就是資本市場已經認為這個油價不會再漲了，那特朗普的目的就達到了。所以說，確實是美國和佩澤西奇揚，就是伊朗人雙贏，都贏了，都沒吃虧。至於卡塔爾解凍的60億美元，特朗普說這60億美元要去買美國的農產品，這個裡面還有變數。但是我覺得應該是美國和伊朗都沒有撒謊，特朗普啊、萬斯啊，還有伊朗人在這個事情上面他都沒有撒謊。怎麼理解呢？也就是最終這個錢肯定是買了美國的農產品，但是怎麼買的？伊朗人說我沒買，反正我資金解凍了，錢回來了。那誰的錢去買的？反正這中間肯定是通過白手套，通過一個什麼交易掩蓋一下，這樣伊朗人保留了面子，得到了實惠。不管是回來的美元還是回來的農產品，大豆、小麥，反正伊朗人缺糧食，伊朗人的資金解凍了，換回來是糧食嘛，但是面子也保住了。而美國特朗普，我裡子保住了，你看，把我農產品賣出去了，反正錢是別人的，又不是我們的。所以說，同樣一件事情，看雙方怎麼宣傳，對自己有利。但是這一切不確定，因為還在談判，細節還沒有。我們看看這個媒體是怎麼分析美國和伊朗人的算盤。聖彼得堡大學能源經濟學家卡奇索哈格，還有一個叫獨立政治分析家叫阿爾沙梅里，他們就分析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宣布對伊朗的石油和石化產品出口限制解除，伊朗可能在4到8周內將石油日產量恢復至160萬桶。但是這兩位專家指出，伊朗石油出口的可持續正常化面臨諸多挑戰，比如說銀行結算、保險、航運安全、美伊政治協議的持久性。也就是說，你現在短期是個60天的豁免，那你對你的長期這個還是有影響的。因為俄羅斯人是最有經驗的，因為俄羅斯被美國制裁人又豁免1個月，再豁免1個月，現在又要重新制裁，所以說俄羅斯人對這個很有感觸。這個豁免會有哪些問題？這個有哪幾個問題？一個是銀行結算，一個是保險公司敢不敢給你保險？因為它就60天的豁免，銀行公司、保險公司還要給你重新制作保險的條款，很複雜。航運安全，美國、伊朗政治協議的持久性，也就是特朗普這個人不着調是吧？一會兒行，一會兒不行的，一會兒要打，那哪個商業保險公司願意冒着風險呢？所以說這都是不確定性。對伊朗人來說，分析人士預測2個印度有望成為伊朗原油恢復後的初始買家和最大的進口國，而土耳其也可能較早恢復購買，韓國、日本以及歐盟成員國未來也可能會跟進，也就是伊朗潛在的客戶。他第一批客戶那就是2個印度。在美國和以色列打擊伊朗之前，伊朗每天出口是210萬桶原油。美國海軍對伊朗進行封鎖以後，這個出口降到了21萬桶一天，也就是下降了90%。那現在伊朗它的目標是在1到2個月內每天提升到100萬到130萬，因為你要找客戶，你要跟人家談，你的油往那送，所以說它要出口緩慢爬升，它目標是1到2個月內爬升到130萬桶。
而3到6個月內，就是半年之內，要達到將近200萬桶。這個對伊朗來說也是個挑戰。按目前不變的情況下，就他國內玩命的生產，他外面還找客戶，還要談簽協議。那麼這個半年恢復到200萬桶一天，但這是也是一個漫長過程。你的客戶在哪兒？印度的那個煉油廠，人家在這5個月裡面，他還分別找到了新的客戶，簽了這個單子，人家要消化。那你伊朗想把油賣給他們，那你只能更便宜。你不便宜，那只能慢慢來，是吧？人家慢慢做計劃。总之，伊朗的油想恢復到战前出口，它也需要一個過程。好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美國跟伊朗在瑞士第一輪談判，伊朗人是得到了現實利益。在我看來，這個確實，伊朗的改革派就是佩泽西奇揚，他利用了這個諒解備忘錄，他解決他的問題。這個怎麼理解？你想，如果說真的伊朗真的從解凍資金裡面120億或者240億回來了，再加上伊朗賣油回來的美元，那這些錢實際上佩泽西奇揚能夠掌控的很少，它不會太多，大部分都流到革命衛隊那兒去了。這個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因為伊朗戰前就是這個體制。那現在革命衛隊說更強硬，控制力更強，那革命衛隊分蛋糕，這就是分蛋糕，他們分的會更多。那大家琢磨琢磨，現在賣油的收入慢慢爬坡，這個錢一天3個億。不是，這現在達不到3個億可能啊，平均他未來一天要4個億、5個億的美元的收入，那這個錢恐怕還是衛隊分得多啊。但是未來解凍的錢，衛隊是拿不到1分錢。為什麼？你看現在跟卡塔爾、跟美國達成的協議，都是換農產品、糧食、吃的，這個東西都是民生，民生的東西拉回伊朗，那都是解決老百姓吃喝拉撒，對吧？跟衛隊關係不大。那這個都是佩澤西奇揚的範圍之內，也就是佩澤西奇揚利用美國人來分蛋糕，借美國人的手給自己多分一些蛋糕。這下衛隊吃了個啞巴虧，衛隊要的是美元回來，我得搞導彈，我得給我的真主黨兄弟輸血，我得給胡塞武裝輸血，我得修導彈陣地，這個什麼發展這個遠程導彈，結果沒錢，那能行嗎？所以你看佩澤西，這也就是伊朗的改革派這一招玩的還可以，他就到時候把責任推給美國了。就是要解凍資金，你就得買他的資產，你就買他的農產品。總之，這個錢按照萬斯的說法，反正這個錢不會留給你們搞恐怖活動，不會。那言下之意就是不可能這個錢留給衛隊，希望美國人在這塊能把住。他這個錢只是定向的用在民生這一塊，那這樣會加劇衛隊強硬派和改革派之間的矛盾。問題又來了，佩澤西不惜辭職來逼穆吉塔巴同意簽這個諒解備忘錄，伊朗是實實在在得到好處了，就是緩過來了。而伊朗到目前為止，他並沒有失去什麼。2個月以後，大家記住了，如果2個月以後這個協議撕掉了，啥也沒達成，那伊朗人他有什麼損失嗎？反正人家糧食也拉回來了，油也賣了，差不多能緩一陣子了，是吧？能管個2年，再勒緊褲腰帶，眼前的困難他過去了。那對特朗普來說呢，也一樣，反正油價降了，等到中期選舉以後再說了。特朗普少了什麼嗎？好像也沒少什麼，對不對？他給伊朗人解凍了資金，但是你把我的農產品買走了，還有例如中期選舉，農產品，這農產主很多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所以大家都各打各的算盤，都是一個大家都知道互相都在挖坑，但是都知道是坑沒關係，我們利弊得失算清楚。覺得有必要跳該，所以說你看現在已經不談那3000億了，你看現在根本就不聊那3000億了，那玩意都知道是在畫餅。所以現在第一輪談判就來實際的，就談你什麼時候給我解凍，什麼時候給我錢，什麼時候給我豁免。你看美國財政部很快馬上就豁免，好，人家油馬上就到了印度了，一船200萬桶，這多少錢就來了，美金，對不對？暢通無阻。所以伊朗人回血，這就是我們一直說的，這全世界產油國就玩命的趕緊把自己的庫存倒空，瓶瓶罐罐都倒出來。全世界的石油進口國都玩命的趕緊把自己的瓶瓶罐罐給灌滿，時間窗口就60天，當然也可能延長，也可能30天，所以大家還是早做準備。至于後面的那扯皮，那慢慢扯，你說以色列人能受得了嗎？還要讓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地區啊！以色列人說了，只要真主黨不打我，我就不反擊，但是讓我撤走那是不可能的。那真主黨人說，你不撤走，我能不打你嗎？你站在我的地盤上，對不對？所以說那雙方好不了。記者問特朗普，他說，那你相當於給伊朗輸血了，對不對？
讓它緩過來了，你能保證伊朗不會用石油銷售利潤重建軍備嗎？那特朗普這麼說，他們不應該這樣做。所以說，特朗普也沒辦法。既然人家賣石油錢回去了，這個錢就是賣石油回去的錢，你管不着，對吧？衛隊拿走一大半，去發展他的導彈陣地，發展他的遠程武器，再造更多的沙赫的無人機，那你美國就沒招了。最後我們再看看米爾斯海默，他評美伊協議諒解備忘錄。這個米爾斯海默說的有意思啊，他說特朗普傻是傻，但是不壞。這是什麼意思啊？說特朗普那個人就是有點傻，但是壞倒是不壞。這就是米爾斯海默評價特朗普。為什麼？他說本來他可以像打越戰、阿富汗一樣打下去，美國百姓出錢，而近期達成的美伊諒解備忘錄本質上是美國的無條件投降，被迫屈服。特朗普政府在每個條款上都做出了讓步，伊朗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美國做出此選擇並非自願，而是由于特朗普及其幕後團隊，比如萬斯意識到，如果不立即結束中東衝突，開放海峽，國際經濟將陷入類似1930年代的全球大蕭條。他說，這與一戰後的凡爾賽條約有着根本不同。美國在這次對抗中遭遇了慘痛戰略失敗，當前舉措屬於認清現實後的止損。特朗普就是有點傻，人不壞。以色列一個魔術師自稱通靈者，叫烏里蓋勒，他是以色列裔英國人。他在以色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伊朗可能正在使用一種所謂的電磁級低頻武器來影響特朗普的智商，左右他對伊朗美伊協議的立場。這個蓋勒說，他說俄羅斯人有這種技術，韓國人有，伊朗人也有，怎麼韓國人也有？不太懂。他說暗示這種技術可以影響大腦功能，並可能被用來影響特朗普，以促成與伊朗達成關於結束戰爭的諒解備忘錄。他推測，他們把這些波，就是這個電波植入了特朗普的大腦，並聲稱特朗普的行為發生了明顯變化。這個不就是紅警那個遊戲裡面的尤里嗎？不就是尤里嗎？我的印象中，玩紅警的時候，那尤里可以過去改变那個小兵想法，小兵就叛變了，開始開槍落掃，打自己人。難道還真有這樣的武器嗎？好，中東的局勢暫時好像進入了一個平靜期，但是這個還要看以色列，看真主黨。以色列人他不會這麼善罷甘休。這個波斯啊，隨時這個局勢會風雲再起，我們密切關注。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